一般只要金额超过100亿的土地开发，迄是重大工程，因为牵涉的利益庞大。为了避免关税等外界无正当的力量介入，市府拢会甲检调廉政合作来防止弊端，互公务人员安心执行厂商有合理的管理，最后民众嘛当享受优质的公共建设。以南科特定区的开发为例，因为总金额超过398亿，已经是台南上大的建设案，所以12号嘛正式启动廉政平台，借出来宣示清廉效率、公开透明的决心。刚开始区段征收就开始启动廉政平台，可以让司法的力量让这个整个的区段征收更加公开透明，那也让这个整个的区段征收对于民众获得最大的利益，让这个开发商也能够得到他所得到的。那政府维持一个很这个公开透明而且是清廉的这个平台，让开发案尽速进行。会中法务部廉政署长甲地检署主任检察官嘛拢到场见证，感受台南市打造优质公共建设强烈的企图心。因为包括南科征收案、台南甲廉政检调合作，已经有5案列入廉政平台。我想台南市政府对廉政平台成立真的是不遗余力了，所以我们廉政署也非常乐意跟台南市政府继续做这样子的一个合作。我想借这个平台的成立，一定可以提高我们台南地区的公共工程的品质，达到优化我们的投资环境，提高整个国家的竞争力。南科特定区征收开发案目前也在都市计划阶段，预计112年年底完成，顺利为113年进入工程阶段。台南新闻古文集采访报道。